团灭下。大啊，迄个兵甲美人吼，过来啊呢。是讲你放心啦，我甲伊骗讲吼，你人无爽快吼，已经困去啊，我也总算甲伊应付走啊。是讲老大，这个吼铁汉娘嘛足奇怪的呢。 啊，无啥代志，是讲拢来咱兜烧两三桌，这毋知啥物意思的。哼，伊对你我也袂信任。哦，铁汉娘是司马洪的外甥女，而且伊曲老大，对伊比这个司马洪搁较信任。铁汉娘，伊若讲什么就什么。 汉娘又是一个聪明机智的查某囡仔，你我爱小心提防，若无早晚啦，会看出咱的破绽。啊，当小可一个查某囡仔是咧偌厉害，我敢唔信？哎，贤弟啊，你唔通看查某囡仔无起哦。尹凤婷敢唔是查某囡仔？若唔是伊想出好办法。 咱今仔日哪有抑阁有兄弟存在这个世上呢？哎呀，我煞袂记诶。听说楚江伦四次都是伫咧打听金表表子，是要为着伊亡妻报仇。哎，是讲楚江伦这个人吼，有若足固执的啦。啊，
这金表吼，都是尹风尘家己的暗器，爱一世人嘛无法度找到真正的凶手是啥人。所以咧，我才感觉真对不起着伊楚江云。一个月啊，你阁无法度查出使用金表的凶手是啥物人？感觉你还阁袂死心哦？凶手也找袂出来，尹风尘已经死啊！可见恁两个根本就无翁某的缘分。啊，毋过我看你规工啊袂食饭，茶也袂啉，袂记咧爹娘，也袂记咧这个小妹，你安尼做，敢无假担心？江秋，楚家的新娘被人暗算而死，这对咱楚家是一件真无体面的代志。万一尹老爷若是怪罪我，连爹娘也无啥物话通对人讲啊。小叔，我若是会当找着讲凶手是啥物人，不但会当保住咱楚家的体面，而且也免让恁大嫂死去含冤求全。敢讲这个道理你毋捌是？也毋过你有讲过啊，除了爹娘以外，你上爱关心的是我。啊，毋过我看你，你即摆上爱关心是恁迄个某，根本就无关心恁这个小妹。江秋，你是爹娘的煞尾仔囝，莫讲是有影疼你，就是爹娘对你也特别宠爱啊。就是爹娘对你伤过头宠爱，所以才袂记你替你找一门的好亲情。你，大哥，你若是出嫁，迄个时阵你也共款会定。到时啊，你只敢会晓关心袂使，但是袂阁关心我这个大兄的代志咯。我才袂咧。少爷，少爷。少爷，我发现着一个人哦，可能是杀死小奶奶的凶手呢。是啥？伫什么所在？啊，就伫咱这街啊，迄理想客栈哦，是我亲目睭看到诶，哦，迄个人诶功夫偌好，你标咧叫，连带3支拢着迄目标，啊，这看诶人哦，逐个安尼扑眼咧咧叫，哇，赞成咧咧。少爷，这小奶奶哦是去用金表拍死的咧，啊，迄个人哦，伊的倒好做新表手，一定是凶手诶。哎，原来迄人叫做什么名？我有甲店小二探听啦，伊讲叫做李玉琪啊。无错，在下是新标手李玉琪。在下九基定天府，却毋捌听过阁下的姓名。莫非你是来这无偌久？在下来过地也未一个月。你来这是为着什么目的？紧讲。哼，我想要知影你找我的目的是什么啊？楚公主，你想在名门啊？我
出手见无情，文请你来太人。心直口快呀，想到什么就讲什么，请楚公主你唔通见怪。多谢你用金言玉语来提醒我，以后我楚公文一定会改掉我这个心高气傲的脾气。哦，楚公主勇敢认错，接纳良言，江湖上真少像你这种英勇好汉。惭愧。在下来到定天府，是要找一个东门，唔知影楚公主，你探入来访有无贵事？李英，唔知这个金标是唔是你的？这是在下所用的金标。请公主你看，李英，在下认唔着人咯。在下对古老的标法略知一二，使用这种金标的人只有两个，是什么人？你紧讲。一个是紫云山庄云凤殿姑娘。另外一个，就是最近出现在江湖，咸女山寨寨主水莲河。寨主啊，这两卡箱仔的银两哦，操办外两，咱夹20外卡哦，安尼差不多10外万两。哇，咱发财啊咧！听海，在。自这批银两送去宣府独落一带，真济灾民。无咯，寨主啊，这银两安尼讲，咱对番众的抢来，这是拼性命呢，应该爱属咱咸女山的兄弟的，什么要去征济咯？这银两，是遐番兵番众对百姓身上摕来，咱安尼做是伫咧替百姓讨债，当然这银两爱害人啊。无啊，这听海，我知。你已经是咸女山的寨主，是我手下的大将，你敢唔听我的番有心？既然寨主的报道你咧坐，当然听你的啊。我在此占山有法，目的是要召集义军，打击番众，救助义士良民，达克罗大反对到底。恁知影？是。丁寨主，禁卫军副总教头司马宏押解5万的银两，才由咸女山卡经过。哦。独落一带多年风旱，才需要这个粮草。这个司马宏佫也真爱享受，身处送对遮啦。听海，知。咱就唔通辜负人的好意哈。哦，我这当然的咯，属下马上派兄弟下山劫粮。行。是。小姐，司马宏伊武艺不凡，伊阁是一个真厉害的人，恐惊海敢是伊的对手。二母，我话都讲啊袂完嘞，你是伫咧紧张什么嘛？为着革命真灾，为着要替下乡家报仇，我要亲自下山，改了司马宏
比一个悬价。还有，等二十尾来人车，都要插兵接回咯。滚！对，是。你是什么人？咸尼山的祭主水莲河。天哪！自从后平死了后，老虎将大权拢交予你，你报答老虎是啥的？丞相，外交动走，这是阮阿舅的所见，也毋过军向甲粮草的威胁，却毋是阮阿舅的过错。水莲河，伊不但讲聪明过，而且又阁武功绝顶，加上咸尼山易守难攻。丞相，我看你的手下无一个有法度通我对付伊。你若安尼讲，老虎这条命早晚就爱落在因的手头咯。丞相，这你毋免担心，有一个人会用去擒罪水莲河，伊就是柳松天。也不过，柳松天伊的老爸柳强是一位爱国的志士，而且水莲河伊也是以爱国为理由，甲咱我军作对，恐惊柳松天毋肯对伊出手。哦，丞相，属下就有一个好的办法。刘大爷，你是丞相的上宾，丞相有难好急心，一个明子美玉该是珍品，阮送君麻烦你做一个解围哩。金军高头我唔做，自保能大旗号。丞相太客情啊分好，若有反复我愿效劳。一言既出无后悔，负心枉为劫中开。刘大爷，请受丞相的军令，你擒那山贼，体现在令。这是要擒拿一位名的山贼，又何必？刘大爷，丞相伊是惊你的认真脱逃。哦，既然铁姑娘安尼讲，我刘松天只好接受丞相的命令咯。
丞相，刘公子，你已经接下军令，你就命你后悔，限你1个月内钦出水莲河。丞相，你讲啥？新年山李济主水莲河。